亚洲电台11月9日报道，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库尔勒市公安局发出的悬赏通知称，马胡莫迪·穆伊丁在逃，对提供有价值线索协助抓获的，将给予20万元重奖。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过数日的电话采访中，证实了54岁的马胡莫迪·穆伊丁是被当地政府司法部门判有期徒刑17年的犯人，从库尔勒兵团第29师监狱越狱。记者经过电话询问得知，库尔勒市派出所的一名警员表示，马胡莫迪·穆伊丁虽然越狱有10多天了，但至今没有抓获，搜查工作正在进行中。根据了解，马胡莫德·穆伊丁被指控收集和从事非法宗教活动，被中共政府判处了有期徒刑17年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德国政府11月9日阻止了2笔中国对德国半导体生产商的投资，理由是为国家安全的考虑。德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处于德国与中国关系微妙的时期。德国总理舒尔茨上周刚刚访问了中国，并从中国获得了商业大单。而前不久，舒尔茨不顾德国联邦多个部委的反对，支持一家中国公司对汉堡港的一个码头的收购。德国经济部长在一份声明中指出，德国必须紧密跟踪公司并购案，尤其是涉及重要的基础设施，或者是存在技术流向非欧盟国家的风险。强调，尤其是在芯片领域，必须要保护德国和欧洲的技术和经济主权，并向媒体表示，中国正在采取精明的办法，试图影响知识的发现和保护的控制，在半导体和芯片领域尤其如此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11月9日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，据估计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伤亡人数已超过10万人，乌克兰军队在战争中也可能遭受了类似的伤亡水平。周三早些时候，俄罗斯宣布其军队将从乌克兰赫尔松撤出，这是莫斯科的一个重大挫折，也是战争的潜在转折点。一些专家说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新挫折可以让乌克兰从实力上进行谈判。而其他专家则认为，俄罗斯可能会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，为接下来发动春季攻势而重新武装部队。自今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，美国及北约盟国正在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武装，建议使其能够自卫。米利说，到目前为止，这场冲突使3000万乌克兰人成为了难民，并可能造成了4万多名乌克兰平民的死亡。在中共极端的防疫清零风控下，严重的人道灾难在各地轮番上演。近期，一些为中共唱赞歌的五毛大咖也发声批评中共的防疫政策。有美国媒体声称，中共领导人正在考虑逐步重新开放，但进展缓慢，也没有规定时间表。中国各地严厉的风控措施，导致了许多民众断粮断药，求救无门，亮下了一桩桩的人道惨剧。中共为了巩固政权，什么都可以做，国内信息严密封锁。近期被曝光出来的命案只是冰山一角，结果有跳楼的、自杀的、逼疯的、耽误治疗等等。中共利用疫情驯服老百姓，以防疫为名，长期分门分户，草菅人命。11月5日，中共重申动态清零不动摇，并强调精准防疫。专家分析认为，这个精准防疫清零就是给清零退场做准备。目前仍需观察中共是否高举动态清零招牌的同时，逐步采取松绑措施，以缓解民怨。